回师继续要来关心诈骗集团的人，一支嘴呼蕊蕊、想空想芳，讲会当用发电来骗人。讲已经研发新奇的发电机，会当用电来发电，尤其是送100块的电力，会当换做38的电，讲会当卖给台电，按算一年赚1500亿。刑事局电侦大队分做几条路，抓到规台湾各县市的军公司，嘛抓到这个势力的主嫌，拢总清查到9个受害者，算的已经被骗2000多万。 它的功率可以达到1倍、2倍，甚至3倍。台顶演讲的人讲，已经研究出比即马任何发电的方式加出3倍以上。敢真正有这种发电机这么厉害？警方接到报案调查了后，发现其实这拢是诈骗的手法。它号称它是唯一无污染、无噪音、不建制费用低、高效能，而且不受气候影响。这间主打热能发电的科技公司，讲发明一种新奇的发电机，输入100块的电，就会当用380块的电。这种发电机只要启动了后，无需要任何能源，就会当自能发电，也就是以电来做电，拍破了全世界对电的改变。为着要请投资客上门，营运计划顶悬佫写着资本额爱500亿，会当卖予台电一年的营收1500亿，但事实上根本就唔捌甲台电签约。任何政党都不敢讲说，我不去推动这个。抓准时机，一直说服投资客加入，真紧就有人相信。经过追查，公司对去年成立到即马有9个投资客受害，骗到手有2000万以上。警方最后总共抓到15个人，全部拢按照诈欺罪来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